Hello，大家好，歡迎收睇控糖在線。今集咧，我想同大家講下一個咧控制血糖咧，經常會被大家忽略嘅問題㗎，就係家居監測血糖啦。可能你會話咧，我哋平時覆診都有 check HbA1c 啦，咁但係你又知唔知道，其實 HbA1c 有好多背後你睇唔到嘅真相呢？今集咧我就會逐一咧同大家講下啦。首先咧，我哋要了解一下咧，乜嘢係糖化血色素 HbA1c。咁其實咧，大家可以喺熒光幕上面咧睇到呢一個圖。紅色嗰一粒咧，其實就係我哋嘅紅血球。咁我哋嘅紅血球咧，身體咧大概每120日咧，其實就會更新一次嘅。咁你見到黃色一點點嗰啲咧，其實就係我哋嘅葡萄糖。咁如果一個病人咧，佢個血糖長期係偏高嘅，咁即係反映咗咧，有好多葡萄糖咧就會黏附住喺我哋啲紅血球上邊。而糖化血色素咧，其實就係正正驗一驗究竟有幾多葡萄糖黏附住喺我哋嘅紅血球上邊。咁所以如果個數值出嚟越高嘅咧，就代表你有好多葡萄糖黏附住，亦都反映咗咧過去你嗰120日，即係大概係3個月左右啦。咁你個血糖咧控制得唔係咁理想啦。咁但係大家可以睇下熒光幕嘅右手邊啦。咁如果你係控制得好嘅，咁你身體嘅葡萄糖就會少啲啦。咁所以黏附喺紅血球上面嘅葡萄糖咧，亦都相對會減少。咁而驗出嚟咧，嗰個數值咧就會係一個正常嘅狀態啦。咁究竟 HbA1c 幾多先係正常咧？咁根據咧美國糖尿病協會或者世界衛生組織嘅指標咧，前期糖尿病嘅朋友咧就喺5.7至到6.4% 之間。咁呢段期間咧，其實大家就要多多注意你嗰個飲食啦，同埋要多啲做運動啦。因為否則咧，你再唔理佢嘅話咧，就會跌咗落去確診糖尿病嘅指標，咁就需要用藥噶啦。咁確診糖尿病咧個數值就係要大過或者等於6.5%。咁已經有咗糖尿病嘅朋友，如果你已經係用緊藥又好，或者你係透過飲食運動去控制血糖都好，其實我哋應該要控制喺咧6.5至到7% 之間嘅，咁最好就唔好超過7% 啦。咁可能你會話，點解糖化血色素係一個百分比咧？頭先嗰張圖咧已經解釋咗，因為佢最主要係睇下你黏附住喺紅血球入邊有幾多葡萄糖，咁佢係攞個百分比嚟做單位噶，同我哋平時驗血糖咧嗰個單位咧係完全唔同噶。7% 嘅糖化血色素其實即係等於我哋平時驗血糖幾多咧？大家可以睇翻呢個對照圖噶，上面嗰行嘅數字咧係一啲百分比。而下邊嗰行咧，其實就係我哋平時篤手指驗血糖嗰個單位 mmol per liter。咁大家可以清楚睇到啦，如果你驗嘅糖化血色素係7% 嘅話，即係對照翻咧，反映咗啲乜嘢咧？就係反映咗你平時個血糖咧，大概會喺8.6呢一個水平嗰度。咁如果你個糖化血色素再高啲，只要你再高1% 啫。譬如係8% 咁解啊，咁你就會見到咧，8% 其實對照出嚟咧，已經係等於我哋平時個血糖值大概係10.2嘅啦。咁即是話你可以想像一下，如果你驗到糖化血色素係8% 嘅，咁就反映咗你過去嗰3個月咧，大部分嘅時間咧，嗰個血糖咧都係喺10.2左右。咁所以呢個數值咧就係代表咧相當之高噶啦。咁大家咧明白咗乜嘢係糖化血色素，咁你亦都會睇到，其實糖化血色素咧對於醫生作為一個治療嘅參考咧係非常之有價值㗎。既然 HbA1c 咧已經可以幫我哋評估到過去3個月嘅血糖控制成點，咁點解我仲需要家居檢測血糖呢？正正就因為 HbA1c 咧，其實只能夠反映到你過去3個月平均控制成點啊，但係佢冇辦法睇到你邊段時間出現過高血糖，或者邊段時間出現過低血糖。咁所以病人嘅責任咧就係平時要喺家居度咧檢測血糖啦。你哋檢測咗血糖之後咧，其實都要 mark 低嗰個報告，然後覆診嘅時候將呢個報告俾醫生睇咧，咁醫生就可以好清楚知道你過去嘅時間其實邊段時間係唔夠藥，
邊段時間係過多藥。嗱，舉個例啦，有啲朋友咧朝頭早空腹血糖咧好靚仔嘅喎，但係一食完早餐之後過2個鐘咧，其實血糖就會飆升到14、15㗎。咁所以如果你唔喺屋企度檢測血糖咧，你根本冇辦法知道㗎。咁如果醫生知道你嘅情況係咁咧，佢就知道可能你早餐呢一段時間係唔夠藥㗎，咁於是佢就會集中喺呢個時段度幫你去調整藥物啦。咁又相反，有啲朋友咧，可能佢中午用完藥之後，到下午茶，其實佢可能有出現低血糖嘅情況，咁又可能反映咗你午餐嘅時間可能個藥份太多啦。咁醫生知道你出現過邊段時間嘅低血糖，佢亦都會針對邊段時間去幫你再調整個藥物。咁所以如果病人有多啲篤手指嘅記錄，其實醫生就可以準確地幫你去用藥啦。嗱，另外咧，家居檢測血糖嘅另一個好處咧，其實對病人嚟講係有一個好大嘅裨益嘅，就係可以幫病人咧準確地揾到你應該要食嘅份量係幾多啦。咁所以餐前餐後嘅血糖咧，其實都擔當咗一個唔同嘅意義㗎。嗱，舉個例，如果我晚餐前 check 個血糖，其實係喺一個正常嘅水平入邊，咁我就知道我呢一個晚餐咧將要食嘅份量咧同平時咧一樣就得啦。咁但係相反，如果我晚餐前篤個血糖發覺出嚟係超標嘅，咁我就應該喺呢個晚餐入邊咧要輕輕減一減碳水嘅份量嚟到走翻去啦。如果唔係咧，你再按平時嘅份量去食嘅話，你個血糖咧就會更加高啦。咁而餐後血糖咧，亦都係正正可以幫助我哋咧知道我之前食嗰餐個份量咧食得啱定唔啱。咁啊，例如係我如果食嘢之前我血糖係達標嘅，但係食完2個鐘頭之後唔達標喎，咁我就會因應佢唔達標超出幾多嚟到輕輕減翻個餐嘅碳水。咁所以呢一個咧，其實係俾病人一個清楚知道自己應該食幾多份量嘅一個指標嚟㗎。咁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你自己應該食幾多，又或者你想知道你自己食唔食到嗰樣嘢咧，其實唔使問其他人，亦都唔需要問我 Cammy， 問下部血糖機就好清楚啦。嗱，講咗咁耐啦，咁究竟我哋平時喺屋企檢測血糖個指標應該係幾多呢？根據美國糖尿病協會最新嘅建議咧，我哋嘅餐前血糖最理想就維持喺4.4至到7.2之間，而食完嘢1至到2個鐘頭咧，只要係細過10嘅咧，其實就已經係達標噶啦。嗱，呢一啲數據咧，只係適合大部分嘅糖尿病患者。如果你已經係懷孕，又或者你係有併發症嘅咧，咁其實你嘅指標咧就需要再嚴格一啲啦。嗱，不過咁呢一啲嘅數據咧，其實都係俾大家作為一個參考嘅範圍，唔代表咧你每一次咧都必須要達到噶。咁但係如果你能夠達標嘅次數越多，就反映咗你患併發症嘅風險咧就越低啦。嗱，我知道好多病人咧都同我講過咧，其實佢哋好怕咧去監測呢個餐後血糖㗎，原因係因為明知自己食多咗，梗係唔想面對啦。嗱，不過你要知道喎，其實你唔 check 血糖，你唔知道嗰刻嘅血糖值幾多啫，但係其實佢仍然係超標㗎嘛。咁所以呢個逃避咧，其實冇解決到個問題㗎。嗱，我自己嘅經驗咧就係，如果我明知嗰餐可能真係食大咗嘅話，我更加會 check 餐後2個鐘，甚至乎3個鐘嘅血糖。點解？因為我要清楚知道我呢一餐超標有幾超標，超出幾多，咁我就好清楚知道，如果下次我再食翻相同嘅嘢嘅時候，我份量應該食幾多啦。嗱，監測血糖咧，千祈唔好當係一個負擔，其實相反，佢其實係幫助我哋咧去揾食，揾得啱你食嘅份量，呢個咧先係最重要。糖尿病咧係終身嘅疾病啊！大家千祈唔好俾糖尿病主導你需要主導佢，就必須要靠監測血糖啦。嗱，如果大家覺得我講得好嘅咧，希望大家可以俾個 like 我啦，同埋我都想大家留言話俾我聽，你嘅餐前同埋餐後血糖係幾多喎？多謝大家收睇，拜拜。